你下这平安，请感谢主，互我今仔日当代表着台湾教会广播社来到双连教会，甲咱的兄弟姊妹做伙敬拜咱的上帝。今仔日我要用这个三听三副词，甲大家做伙来分享。最主要嘛是出自也要感谢双连教会，恁的好所行，恁对文字事工的重要，以及长期以来对这个文字事工对阮的关心，为着阮代祷，为着阮奉献。请咱做伙来祈祷。是阮的主万权的上帝，献上阮的感谢。主感谢你，互阮伫主的听内面，三结连、三听、三扶持，也恳求你，互阮搁一遍透过着圣经顶面的教示，阮互圣神引带，阮做伙来想起着圣经顶面遮个。唔简单是要互阮了解，更加要紧是要成做阮生活中的实践，互阮来的确称阮是主耶稣基督学生。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今仔日所看这段圣经节记载伫马太福音书25章的34节到40节。总是呢，咱来看见着马太福音书伊一向的一个手法，就是讲伊会将真侪故事结连起来。所以咱今仔日所看这个马太福音书，虽然是25章的34节到40节，但是呢，咱来了解着整个马太福音书的25章到底咧对咱是甚物款的提醒，爱甲伊结连起来。咱来看马太福音书25章内底这三个故事，第一个伊是咧讲着讲人需要备办，人爱事先做一个备办好势。第二个故事是咱提醒讲，咱要安怎良善搁忠心伫上帝做一个好的管家。第三个部分就是今仔日咱所读这段圣经节，是咧甲咱提醒讲要安怎关心帮赞伫基督内面有需要的这兄弟姊妹。安尼咱甲伊称作讲，这是马太福音书的作者提醒咱进到上帝国的三部曲，是用这种的一个方式。首先，咱来看一个马太福音书的第一个故事，伊是咧讲着，伊咧讲着啥？伊咧讲着讲有10个在色女，这10个在色女真做是判嫁，要来参加一个婚姻。这个10个在色女内面有5个巧的，参5个戆的。总是呢，故事的结局是讲这个5个巧的，因为因有事先准备这油料所以会当来顺利来进行参与伫这个婚姻的中间。所以，互咱看见着讲，这第一个故事是咧甲咱提醒，咱的人生常常爱提早做准备，用提早做准备来了解着讲，这个一定会发生的一个代志咱来事先来预防。所以，这个知识的参悟的差别是讲，你是毋是有事先准备好势，特别是面对着这意外状况的一个发生。呾伫2020年，互咱想起着讲，整个台湾整个世界拢受到这个武汉肺炎的一个疫情的一个影响。咱真感谢主，双连教会伫2月一开始的时阵，就做一个真好一个决定。伫迄个时阵，我相信咱的教会兄弟姊妹受到真大一个压力，牧师嘛受到真大一个压力，是毋是应该爱来开始用这个伫网络顶面用直播的一个方式的确，咱做伙安尼做时阵，咱是咧做一个超前部署。咱看到伫5月的时阵，双连教会嘛配合整个一个疫情，已经有慢慢较稳定。而且呢，咱有做好真好一款准备的时阵，咱就开始来恢复，讲用这个实体的一个礼拜。这就互咱感受着讲，咱咧做人生的提早准备。线接伫马太福音书25章的第2个故事，咧甲咱提醒啥物货呢？马太福音书25章第2个故事咧提醒着讲，有一个主人，伊有3个管家，这3个管家分别领受5000、2000、1000。总是呢，5000掺2000的，因有尽因的一个职分因伫遐咧，将主人所交托互因的小事尽忠所以因会当将这个主人所交代互因的有缘的佮去领受侪。所以到伫主人回来时阵，是要甲伊讲，这好佮尽忠的萝卜你会当来做伙来享受主的一个恩典要将更较多来交托伫因的身躯顶面。
总是呢，咱嘛看见着讲，这个故事内面有一个领着1000个但是呢，伊将这个1000家刻伫土内面。咱可能听到遮会感受着讲，是安那1000袂使去甲带咧土内面。但是这咱来想着一个问题：1000到底是偌济啦？1000到底是偌济？伫即个圣经原文顶面，伊咧讲这1000就是一个他连德，一个 talent， 一个 talent， 这个 talent 就是正做咱即马现代英语咧讲，一个人伊真有这个 talent， 有领受到有才华、有才能，就是这个他连德，就是这个1000的一个这个原文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个 talent 到底是偌济？这个 talent， 伊是代表讲一个工人需要工作12年半。是遐尼多的一笔钱，咱来用现代伫咱台湾上基本的一个劳工的基准法，一个工人伊上基本的伊会当领到的这个收入，安尼表示啥？12年半代表讲起码是400万以上，甚至到500万，这是上基本的。那安尼咱甲想看觅咧，一个主人交互你500万，交伫你的身躯，然后你就专去甲刻咧。涂骹内面拢无任何作为，你感觉安尼敢有尽责任？所以互咱看见用这第二个故事，来对咱提醒，讲毋通将咱的财情甲伊稳绑起来，因为这是一个无负责任的一个行为。这两个故事的结局真鼓励咱，人生爱积极，真努力，这拢非常好。但是呢，如果马太福音书的25章敢若到这就结束。安尼，我要请咱所有兄弟姊妹甲我做一个动作。马太福音书25章若写到遮就无写，安尼将咱的圣经拢甲摕起来，拢甲单掉，是安怎呢？安尼无道理嘛？是毋是？圣经敢若咧看重遐个讲有才情的人，看重遐有知识的人，但是人生都本来就充满着侪无公平，都有一寡人伊本身就是较欠缺、较软者。对这人要安怎？感谢主，好佳在马太福音书的作者用第三个故事，互咱看见着整个上帝国一个完全性。马太福音书的作者，伊真重视讲这个温度的一个培养。咱每一个人拢爱尽职，咱每一个人拢爱事先准备。总是呢，伊伫遮甲咱提醒讲，这是一个过程。当这个过程了的时阵，咱要做的是啥物？咱要做的是讲，爱关心帮助伫基督内面，迄款有需要的兄弟姊妹，真做这是一个结局。所以马太福音书第25章这第3个譬喻，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圣经节，咧甲咱讲，当你若做伫智慧世生兄弟身躯顶面，这就是为着咱的主所做。咱的主耶稣基督，伊是弱势者的兄弟，三听三扶持。真做是咱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什么是三听三扶持呢？我举一个例，就讲巴克利牧师伫咱头段5章了，伊有记到讲到巴克利牧师伊来创设台湾教会广播社。巴克利牧师伊创设台湾教会广播社，进前呢，当伊16岁的时阵，伊就来写一个真水的一个献身文。这个献身文呢，真做大家感觉哇，咧掠做真骄傲，对咱16岁的囡仔吼，一个真好一个提醒。但是一个16岁的囡仔，敢一开始就乖乖顺服，讲要真做上帝来使用，嘛是无呢？巴克利牧师伊咧要写献身文进前呢，伊就伫伊即个伫后来伊的回忆录内面就写着，写讲吼我伫十几岁的时阵。捌有一个故事，迄个故事是安那？伊讲伊的老爸有一个朋友，这个老爸朋友呢，伊有一间真大间的一个厝体。有一遍，因到这个真大间这个厝体去遐度假，然后呢，因伫遐享受真好的时间，伫遐嘛也用着真丰富的暗顿、中昼顿。所以呢，迄天巴克利牧师转到伊的厝内面的时阵，伊心中就立一个志愿，立一个志愿啥？毋是讲要互上帝用，伊立一个志愿是讲，我要做一个真好嘅生意人，我要趁真侪钱，然后会当买真侪土地。你有啥毋对？无毋对，
咱的人生有一个真好一个立志的一个愿望是真好。啊，总是呢，这巴克利牧师伊搁咧讲，伊讲吼，但是后来煞有一个想法，伫个心中一直伫安尼吼咧挣扎。吼，这个声音是咧甲伊讲，你袂使安尼行，因为你将来要做一个传道人。啊，所以呢，伫迄个时阵，伊就讲，为着我到底是要做一个传教者，还是讲我要做一个真好业的生理人？哦，伊伫遐挣扎，甚至为着即个决定吼，毋知伫遐直通办无，咱毋知。但是伊是写讲吼，伊伫遐为着即代志，所以伫遐咧哭流目屎。啊，到伫后来伊讲啊，想起来吼，即个安尼真细代志，啊想起来感觉安尼说真歹势。你兄弟。伫遮，咱毋是要讲什么款的职业才是正确，但是咱要讲的是讲即个巴克的牧师啊，伊伫伊少年的时阵，咱讲台湾话讲吼，即个人头壳真有珠哦，真巧，真聪明啊，伊会当做过真好一个生活。不过呢，伊领受到圣经顶面的迄个道理，是讲当家己一个备班，当家己有一个才能发挥，更加要紧的，伊是领受着讲要安怎。参遐有欠亏人三疼三扶持，所以到伫后来，伊选择来到佛摩萨这个所在，诚做咱的朋友啊，诚做咱这个文字事工的一个发展。所以用这互咱看见着讲，这就是一款人甲人之间啊，除了咱的一个自我备班，咱发挥才能以外，更加爱有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就是讲咱要参遐有欠亏兄弟姊妹，咱三疼三扶持。那今仔日，咱这段经文有去讲到，特别提到讲，迄个咧破病的人，你去甲伊照顾；迄个病关家的人，你去甲伊看。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敢若真简单，总是咱若想讲对犹太人的一个习惯来看的时阵，咱就知影这的确真无简单。安怎讲呢？犹太人呢，因真清气想，掠家己做圣洁。所以，当有人去破病，你去甲伊照顾的时阵，表示讲吼，你是毋是共款参即个破病的人需要被隔离呢？因为即个人若去照顾伊的时阵，有可能伊就爱失去掉到伫会堂甲逐个人做伙生活，伊嘛爱失去掉一个机会，到伫圣殿会带敬拜上帝，伊必须要被隔离。啊，总是呢，伊真勇敢，对讲遮有破病的人，对伊有所照顾。这互咱想起着什么？当咱看讲武汉肺炎伫遐呢，咧传的时阵，有真侪遮的医疗人员、医护人员，因为着要照顾遮的特别需要的遮兄弟姊妹呢，所以甚至等于到因家己所徛起的迄个主题区，所徛起的迄个社区，所被人安尼污名化，认为讲吼啊，你袂使甲阮做生活做一伙。但是咱要讲。遮医护人员真正是了不起，啊，为着要照顾遮个兄弟姊妹，因的一个欠缺。啊，咱嘛看见着圣经顶面咧，甲咱教示，讲遐被关家的人，你爱去甲伊看。弟兄姊，咱即马每一年咧7月15是讲一个戒严纪念日。伫台湾还未戒严进前，伫迄个白色恐怖的年代，如果你若是去看一个因为政治的一个思想，甲当局无共款的人，啊，你去来看，可能你倒来，你是要被人点名做记号，所以这嘛是需要一款的一个勇气。所以主耶稣基督伫遮，伊所要提醒的是讲，咱要安怎牺牲家己，去关心别人的一个身躯的需要，以及伊心灵上的一个欠缺。真感谢主，互咱看见着。讲咱这个教会啊，长老教会啊，延续整个这个加利文一个思想。这个加利文的思想，伊的改革特色内面有一项是咧讲，将这个 hospitality， 就讲对人的一个款待，对人的一个安尼真好所行，伊甲伊制度化，变做是一个福利的基金。啊，讲到这，我相信咱双连教会兄弟姊妹，咱可能会心中安尼感觉真。为着咱家己的好所行，真感谢主。双连教会真做是教会界的一个领头羊，咱有逐项代志提早咧做准备。咱伫遮，咱有做伙咧发挥咱的才能，啊，咱嘛有将最对人的好款待，改变做是一个福利的基金。
咱若来看即个 hospitality 即字伊发展两字出来，一字就是 hospice， 是咧对遐个中途之家，对遐个中途有需要的人，有一个所在通互伊徛起，嘛咧对遐个人生行到上尾的人，对因会当有一个安宁的照顾，安尼是 hospice。另外呢，即个 hospitality 伊嘛发展另外一字就是 hospital。互咱看见咱对面的马街病院，就是即个病院即字，嘛是对即个所在所发展出来。咱咧做即个代志的时阵，就互咱知影，讲咱咧甲咱的兄弟姊妹来了解因的一个欠缺。今仔日真感谢主，互我代表台湾教会广播社来伫遮做伙来看见着咱的文字事工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我想要分这三个部分来看讲文字事工的确。是甲兄弟姊妹三疼三扶持。第一个部分呢，文字事工的三疼三扶持，伊所表现出来是讲透过着文字，互咱会当关心这弱势者的一个需要。即咱看这张图吼，这我有取得讲这个当事人的一个同意，所以会当伫遮甲伊公布。这是玉山新行院的院长布辛达利伊的相片。这张相片呢是伫2016年12月翕的。伫2016年12月时阵，玉山新行院因有真大的一个财务的危机，到伫12月时阵欠缺300万，无法度发社礼互这个老师员工。当迄个时阵，就已经安尼就真毋知要怎办的时阵，佮拄着新行院的院长布辛达利牧师伊带学生、带老师去山顶去铺草，因为因拢爱做这个劳作教育，就是劳动服务。铺草无拍算伊煞叫毒蛇咬着，叫牛壳花咬着。哇！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阵，我就紧甲我的记者讲安尼你紧去这个病院，你去甲伊看。然后迄一张伊安尼表情较艰苦的相片，讲但是袂使假的我就问记者讲那。为阮表情痛苦的，伊煞甲我讲社长，迄毋免假，迄我入去看的时阵迄一支脚整敢若面具咧，拢毋免假，然后咧，阮就将即个相片甲刻咧教会公布一个头版，说人的一个受苦的确有上帝美妙一个旨意。当即个相片刻伫教会公布的头版的时阵，所伫台南有一位医生伊真有疼心，伊知影。玉山新行一个欠缺，所以个人就奉献250万来解决因大部分的一个困难。经过阮几遍的一个报道了的时阵，玉山新行的确伫迄年伊的财务危机来度过。咱知讲教会广播社每一年到伫年底的时阵嘛是拢伫遐呢，真毋知讲到底会当安然度过无？总是真感谢主，阮讲叫做年年难过年年过。所以我当将即个消息。讲互阮的同工听的时阵，阮内底一个同工一个查某囡仔，两蕊目睭足大蕊安尼甲看，甲讲一句话，讲社长无你嘛去互蛇咬一个。感谢主，我是无互蛇咬着。总是呢，上帝真正替咱备办，教育咱用。但是这是要甲大家讲，唤起咱的关心，就是讲文字事工的确帮赞。咱会当对这个弱势者因的需要来关心，咱做到咱三疼三扶持。第二个部分，文字事工来帮赞咱记录真侪性命的一个见证。咱看这张图，这个穿蓝色这个衫的这位兄弟，咱看伊的表情，敢若无啥自然。然后咧，伊的动作真无协调。伊是一个天生的脑性麻痹的一个身心障碍者，伊的名叫做黄世峰。但是呢，这位黄世峰这位兄弟呢，伊捌伫《经心周刊》顶面写伊的见证。伊的见证是安怎写？伊写讲我的主业是传福音。黄世峰兄弟，伊是逐日伫邮局的门口伫遐咧卖彩券，但是伊讲。我的主业是传福音，因为伊安尼写，讲虽然我是咧卖彩券，但是我拢甲朋友讲，我的主业是咧传福音。我
用来做生活这个卖菜粿的工作，变做是副业。邮局走廊条仔边啊摆一个真简单的桌啊，但是面顶放的是圣经，是经心周刊，是福音的这个单张。颠倒呢，互我会当维持生活的菜粿，我家己放伫边啊，真无明显。我朋友来看我，拢无法度相信，拢甲我笑讲我根本就无咧卖菜粿。然后这互咱看见着即款的一个记录的时阵，咱更加感动。随望这个被人感觉是社会上第低赞的低赞，一个身心障碍者，这个黄世峰兄弟，但是透过这个文字，互咱看见着伊的生命见证，咱嘛更加会当安怎用慈悲感谢的心来回应上帝的一个恩典。第三部分，文字安怎帮助咱三听三扶持？因为文字咧甲咱讲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帮助咱学习什么是该做的代志。20世纪有一个社会学家叫做福柯，伊咧讲吼，带病院参被人关家的人吼，有共同的特色。共同特色就讲，因边仔拢爱穿制服，但是安怎边仔穿制服？因为是带病院的人，叫做无做应该做的代志。因为咱可能无认真运动，咱无照这个营养师的一个规矩，咱做无做应该做的代志，所以咱可能爱到病院。若被人关家咧，叫做做无应该做的代志，所以你被人关家。但是文字的工作咧帮助咱，特别咱透过着圣经的这个教示，咱嘛知影讲这个文字帮助咱学习做什么是该做的代志。这个图我请大家看，是伫台湾教会广播社的台南门市。真感谢主，咱双年教会咱的长执嘛拢有到伫遐，对阮关心。请咱即马疫情若较舒缓的时阵嘛会当过来到伫迄个教会广播社咱若毋知讲即个振兴券要用的时阵无要紧会当直接关广播社广播社台南门市的二楼有一块足大地十字架的桌这真做足侪人爱伫遐看册包括就讲前什么这个准备要考试的学生拢伫遐咧因为阮着连起记载吹伫遐咧一当看册。但是呢，这个十字架桌是要对咱提示什么？十字架桌是要提醒讲，当咱坐伫遮用心读册，咱是咧为着家己人生做准备，咱为着要发挥才能伫遐咧用功的时阵，当咱徛起来，咱来看到这个十字架桌因为十字架的桌是要搁一遍对咱提醒，咱读册是要学习耶稣基督为人牺牲迄款的一个款式，咱认真伫遮来充实装备家己。是为着要学习，为着人洗骹，迄个十字架牺牲的一个精神，是要互人彼此之间会当三听三扶持所以这个正做，就是讲咱看见着文字事工，其实是要帮助人甲人之间学会晓什么是该做的代志，咱就会当三听三扶持。真感谢主，感谢咱双年教会恁对阮的祝福，对阮的关心。嘛，请咱搁一遍为着遮个有欠缺咱做伙来做，伫上帝国的中间，咱会当三听三扶持，彼此来补足。咱看即个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阮嘛避免讲即个奉献的无够额所以阮超前部署，有做即个线上奉献啦咱若无相信的，麻烦你手机甲摕起来扫一下看会当奉献袂最近咱大家拢流行一句话，讲做报复性的消费啦咱毋免报复性消费，咱看会当甲报复性奉献袂嘛真感谢咱双年教会，恁将恁上令人尊敬的主任牧师蔡正德牧师来正做阮广播社的董事长，伫这将近这10年久的中间帮助阮互广播社当建立更较完整的一个制度。伫遮搁一遍代表咱教会广播社对咱双年教会，多谢恁的支持关心请恁继续为着阮的需要来奉献为着阮来代祷伫咱祈祷了后我有一段短影片要请咱做伙来看见着讲这10年呢
教会公报社嘛对即个原本的一个纸本的文字安怎慢慢来发展到有做是当对网络顶面来看到这个文字的一个曙光请咱做伙来祈祷。听完的主献上阮的感谢，主感谢你，互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双联教会，伫台北繁华的黄金地段，真做是教会界的领头羊。主，阮看见着双联教会牧师兄弟姊妹努力伫逐项代志顶面做真好的事先准备。也伫即个所在，透过着圣经研读学习，会当发挥才能，为这社会贡献。也恳求你，互双联教会亲像过去一样，将这才能发挥的时阵，也好款待有欠缺的兄弟姊妹，为着因来陪伴。祝阮为着这来献上阮的感谢，也恳求，请你继续引带带领台湾教会广播社所做一切事工，真做是福音的出口。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真感谢主，台湾教会广播社伫10年前嘛开始来发行这个电子报，也就是 TCNN 台湾 Church News Network。因为咱知影文字是一款思想，是一个精神。哪来哪侪人使用这个网络的方式的时阵，台湾教会广播社嘛感受到这个透过着网络媒体传播的一个困难。这个网络的发展，互人会当更较容易去接触到真侪新材物。所以 TCNN 已经10周年，是过去广播社就是真认真伫这方面的经营，互新时代的人会当透过新媒体接触到福音真理。这是我感觉，广播社要继续伫这方面运用这个工具，将福音骗传出去。所以咱文字事工嘛爱转型，就是讲，除了阮有精彩的文字以外，嘛是爱配着好看的相片，也是现场的相片。教会广播社伫10年前开始一个推设一个台湾教会公报新闻网的这个网站，就是期待讲，除了报纸实体的报纸以外，咱嘛会使透过这个电脑，甚至即马透过手机，会使随时会使看到咱教会的新闻。虽然即马是这个经营上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时期，广播社爱继续坚持落去，从迄个伊的营运的面扩大，然后佮触角深入到各个不同的阶层内底。咱看到咱即马会使过遮好的生活，遮自由，有通有言论的自由，宗教的自由。其实，教会公报拢参与伫其中，足侪牧师嘛参与伫其中。咱会讲，咱为教会公报这个历史，就使看见上帝甲台湾人同在的这历史啦。所以，教会公报的使命是继续延续这个记录，互咱这个台湾人的历史继续写落去。这就是台湾教会公报，要见证上帝甲台湾人同在的最重要的使命。是阮的记者足辛苦的，大部分的人拢是骑倒摆，为台中骑到南投为这个屏东骑到台南曝日啊、黑雨啊，去到现场去采访其实是足感谢这个正教会兄弟姊妹拢足好款待阮这个记者。教会公报虽然一直拢是上有钱的，嘛毋是上侪人看的，但是阮的记录甲见证一直拢存在，这个存在其实伊的基础除了上帝甲咱伫地以外，佫爱
有对这个文艺事工有负担的兄弟姊妹会奉献甲支持。感谢过去的日子中间，大家对这个广播社所推动的这文艺事工的支持，甲奉献，以及带导，互这事工会当真顺利去推展。咱知影今日借着这文艺传播的事工，会当赶紧将福音传出去，互也未明白耶稣基督的人，会当接受到这款的福音信息，是咱做伙会当来参与的一个事工。讲传这个好事的福音的，因的脚步随到早年。